花莲县府宣布，为拜五开始，即每一户的灾民会当摕证件来领5万块现金的补助。不过，就有部分的民众，因的证件早就已经互水抢走啊，就要到户政机关去重新办理。因高压水情持续在变少，公务乡灾后第9天，相关的复原工作拢在继续进行。不过，最下灾民即马佫拄着问题。工厂里面啊，都淹得很满满的啊，所以什么身份证、存折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都丢了啦。因为那个一下子水淹了2米，那你说证件来讲，什么都没有拿出来，有些都没有拿出来。花莲县政府公告讲，已经发放中央敬老金，提取符合资格的时代，会当去查询钱敢有入口处。不过部分灾民寄金簿和健保卡这寡证件，早就叫大水流去啊。灾民经过多天的清扫，住家变得相对干净，但不少人的重要证件都在洪水中流失。对于花莲县府即将发放的灾民慰问金，实际怎么进行，是否需要证件申请，都引发关注。根据行政机关统计，受理灾民免费补办乡证、户口成本、户口簿啊，这证件到3月为止，已经有319件。不过，真侪受灾户讲，即马无心情去办理，爱先拼出来再讲。将来在做相关的一个灾害补助申请的时候，应该也会用到这些所谓的身份证明文件，所以在此呼吁，就是说，如果民众加严整理的一段落之后，如果他现在有空，可以到就近的户政事务所。10月3号现金发放1天之后，10月4号开始，我们要在官丰农会的广场持续发放1个月。很简单，原因是有非常多的乡亲，他的存款簿、提款卡印章其实都不见了。县政府讨论了后，决定要改发的现金。拜5头一天，公务乡下午8个9点会当领现金。不过无证件的灾民，要安怎去确认身份，是毋是发放会出状况？后小可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